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0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95个人去挖着武汉肺炎，其中9个境外286个是本土病例，大部分的病例拢集中伫台北地区。国内的病院感染今仔佫增加2站，是台北的和平病院加三总的上山分院，和平病院的门诊也拢已经暂停服务啊。全国升过3级警戒了后，大众交通工具也都爱减薪实联制，伫传统市场也要来推行，所以一寡民众不爱配合，要正做防疫工作。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95个人去挖着武汉肺炎，其中有9个境外286个是本土病例。目前疫情上较严重的依然是台北地区。另外，伫今仔日增加一个死亡个案，目前已经有15个人因为染着武汉肺炎来死亡。国内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持续炭烧，指挥中心宣布，今仔日佫新增加286例确诊，有155例是男性，131例是女性。未发病到采检是5月7日到5月19。这确诊者分布伫全台湾10个县市，其中以新北、中和，还佫有台北市的艋舺上济，拢有40例。这286例内底，有艋舺活动署的有84例，甲艋舺地管有关系的是60例，关联了不明的有63例，已经知影感染源的有38例，也那疫调当中的有28例。新北市这边也可以考虑对一些近日来一些病例比较高的相对的确诊的案例比较高的那也许应该要在那个几个地方先把这个筛检站把它设下来那看能不能把，因为新北确实幅员很大如果只设了这几个站，那可能这些有可能的接触者或有症状的，它移动的距离就会相对比较远。那也许会多了一些移动的风险。指挥中心表示，台北市设快筛站以来，阳性率为前几天的10%，过几啊天后来有降低到7.9%。5月18是5.1%，19是4.6%。每一天体检的人数差不多是1000人至1200个人，验出来确诊的有58个人。那新北市原本体检的能量较少，不过19嘛增加到600多个，阳性率嘛为5.5%降到2.9%。另外有新增加一个死亡的个案，是暗号2683 70多岁女性，伫艋舺做工课，平常时家己一个人住，有心血管的疾病。5月15感觉真虚弱、无力、人真懒，不过伊继续去医生看。16号鼓励做爱采检的接触者，不过因为这个个案持续失去联络，卫生单位请警政单位来斗找人。17因兜的人去甲看，才发现这个个案已经无生命的现象，经过采检确诊，也那 CT 值是25。死亡这位，因为他是死亡后才检验出来了个案本身他就是拒绝就医所以本来也有要联系这个防疫车辆那所以后来家属也就协助提供这个生活物资后就离开，但是2天后有再去他的子女有再去下班之后有再去个案处所探视，那就发现个案没有生命迹象今麦确诊的人数一直增加，指挥中心已经要求地方政府，若发现确诊者了后，爱伫6点钟内，甲个案送去集中检疫所或者是病院。根据统计，目前国内拢总有500个确诊者是无症状、轻症或者是快筛阳性的人，拢已经安排带入去加强版的集中检疫所。目前全国的集中检疫所差不多有4500间，未来阁会持续甲相关的医疗院所来协调。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当咧爆发，佫继续有一个医护人员来染着武汉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国内病院感染本地有3站，今仔日佫增加2站，是台北市的和平病院加三总的上山分院。和平病院对今仔开始也暂停门诊。另外，三总的上山分院是有一位去参加挂香，出来染病护理师，伊佫喂护一位医生，甲喂护一位护理师。和平病院进前收治确诊案例1272甲1273，因为这2人有艋舺地点活动史，引起着院内感染危机。全面检验一切有3名员工确诊，不过疫调嘛显示这甲因伫病院外口活动有关系。另外，这礼拜2彩伫米6、米72个病院房分别有1名病人因转阳，其他病人是2彩因。今麦疫调也无发现这病院内底传播链，不过为着医疗安全。和平病院是为20号开始暂停门诊的服务。我们初步研判还是算是一个院内传染的事件，是在同一个病房当中有总共4名的病患跟1名看护目前是确诊不过后续的比较还是在防火墙之内的
三军总病院上山分院的部分进前按1352护理师是因为进香团活动来确诊，然后因为这案件来居家隔离的一名医师，还有一名护理师嘛来确诊。指挥中心认为这是病院内底员工互相接触的院内感染。这个院内的密切接触者16人会持续的居家隔离到5月27号。那这个也是算是在防火墙之内的所以我想医院跟社区比较不用太担心。另外，原本的阿东病院院内感染是继续扩大，新增加一名陪病者、一名看护，还有一名住院的病患，总共3人来确诊，总共已经有14个案例了。另外，一度嘛传出有一名伫阴总红林分院的护理师，因为伫阿东病院陪伊的亲人伫遮住院的时阵是来感染确诊，不过这样上新是1采2采拢是阴性。指挥中心表示，这名护理师伫阿东病院5天，以时间来看，对着阴总红林分院是无风险。另外，台大病院干部室的确诊风波，这台大病院的员工是专面来体检，即马传出有人是抗原快筛阳性，不过这部分内底有人 PCR 是阴性，佫需要进一步来做比对。在盛行率如果不是很高的地方如果你用了快筛验出来的阳性，很多其实可能是伪阳性，所以为了确定就是到底这个员工是不是真的有感染，我们还是必须要靠这个 PCR 的检验才能来做最后的判定。新北市实指国泰综合病院某一名急诊的医生是来确诊，初步调查可能是因为接触到确诊的个案，病院嘛为19号暗时9点开始暂停急诊的服务，病院嘛对相关接触者来扩大采检，到20号透早9点50分为止，已经出来89人的检验呢，这结果拢是阴性。记者张志雄、陈志成台北报道。已经是连续4天，新北市本土病例拢破100人以上。除了邦桥、中和以外，新增也是愈来愈严重。新北市对第一开始会再增加3个社区体检站。新北市长海伟仪也讲，体检出来个案8成拢甲放假有牵连，也强调讲新北市医疗是有法度来应付的。那157人比昨天是有稍微上升。新北市的本土疫情继续滚到不止中和邦桥新店的确诊数是2位数，新增也为7例增做14例。侯友宜表示，热点包含永和、福和公园、中和邦寮市场等地因应确诊数升悬，新北市原来4个体检站，伊会阁增加3个社区体检站，分别是富台社区体检站、中和社区体检站甲新店社区体检站，每天服务量有1700件。它的筛检确诊的阳性个案，从第一天的5.05慢慢下降到3.75。至于我们昨天的土城筛检率出来是2.06，永和这边筛出来是1.09。这几天确诊的数目高，是因为我们不断的筛检，尤其这些筛检出来的量能，80%都是跟万华有接触史、活动史的高风险者。台北市体检量每日增加，阳性率是伫16上悬，有4.5%，了后有下落落来，19有2.9%。侯友宜指出，19确诊的129个个案，无论是轻重症，或者是无症状，全部运送完成。目前新北医疗能量病床数533床，315床使用中，还有218床，其中检疫所有613间已经用223间，还有385间。防疫旅馆有1288间房，入住率是43%。提出数据，侯友宜要显示新北市的医疗量能无问题。同时，伊也表示，一开始有部分确诊者送去新竹的集中检疫所。伊强调尊重中央调配，不过地方也需要中央的支持。那除了这些医疗量能调整，给我们经费，也给我们人力以外，有些相关的标准以及相关的法令的授权上，我们都希望中央给我们支持。新北市也第一摆定向防疫旅馆做集中检疫中心，以启用会收治轻症甲无症状确诊者，同时也咧找找建伫隔离收治中心的所在。伊认为，因为新北疫情紧张，甲其他的地方无同，免用同一标准来看。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台北疫情严重，台北市长郭文德是大震惊，讲对今仔开始，台北市内只要袂食的，全部是改做包转去，或者是外送，袂当伫店内面食物件。民众若准去到病院急诊要做体检、核酸检测甲快速体检，爱做伙做，会当减少医疗负担。另外也要求病院内面的医护人员甲工作人员全部拢爱注意表。
为防堵疫情升悬，台北市长郭文泰表示，为20开始，台北市的食物件摊商，亲像超市、夜市、地下街、大环集中商甲批发市场、公有零售市场禁止食物件，全面改做外站或者是外送，也要求台北市病院决定做 PCR 检测时阵，同时做快筛减少系统负担。如果在急诊处有做这个 PCR 的 case， 你知道，既然 PCR 都做了，你知道吗？一次5000块，你知道吗？那干脆快筛也做，那大概300块可以解决，而且它20分钟就可以跟你讲结果，你知道吗？你可以减少你的恐慌那如果症的话，早一点接受该隔离、该接受治疗去处理。台北市网家长照机构确定有1位住民确诊，到庭采检的22位工作人员拢是阴性。目前长照机构当中住民甲工作人员有310人。社会局表示会分层分流，全面来体检。依感控原则，逐圈全面筛检，像一个同心圆，一圈一圈往外筛检。为降低社区感染，郭文泰爱市民挂嘴安减少群聚，也予台北市快筛阳性率为上悬的11%降到4.6%，13到19七天平均落是7.6%。郭文泰表示，目前防疫战略有效，不过也是未当放任，也下令病院甲防疫旅馆所有的医护人员甲工作人员全部拢去做疫苗。过去大家很多医务人不太想打疫苗，但是今天由不得你了。可能因为这样就造成整个那个院内感染相当危险，所以在医院工作的人从院长到扫地的欧巴桑，甚至到那个洗衣的工人，全部要打疫苗。即卖检疫所甲防疫旅馆也要派国军化学兵甲警消进驻，机关加强版的防疫专责旅馆，互国人安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第2批41万剂的 AZ 疫苗，昨已经送到台湾了。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第2批 AZ 疫苗会保留一部分，予医护人员使用。第1批疫苗已经有注26万4000剂啊，其中医护人员也已经注11万剂。其中注疫苗了后的不良事件有增加8例，其中1个伊本身就高血压的疾病，注了后的41天过人昏倒去，目前判断是脑中风，也等咧交予病房治疗。透早超过400个基层的医护人员去阿东病院注疫苗，来注疫苗的拢是伫附近，亲像邦桥、树林开诊所的医师。现在的状况非常不良，所以保护家人。第2批 AZ 疫苗19送到台湾了后，指挥中心公布疫苗的相片，强调这批疫苗已经当伫咧phòng检，按算过7天的时间就会当开始注。这批疫苗的期限到8月31日。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注的对象也是以医护人员为主，会阁看疫情的变化，再来规划后续注的对象。强调医护人员注的比率已经有25%。整个医护人员大概是打11万剂左右，所以不会增加太多了，但是就是大约1/4左右哈。不过，注 AZ 疫苗了后，严重不良的事件19个新增加8例。其中1个个案有高血压的病史，治疗后是无啥物各样，不过伫治疗后的41天煞昏迷，医生诊断出来是脑干出血，目前还阁伫加护病房。另外1个是伫治疗后迄天就随骹麻手臂袂顶袂动，而且气强要喘袂起来，直接住院。也让外界关心的莫德纳疫苗，食药署表示，目前已经收到20罐，甲200档的检验标准品送来台湾。但是中表示，相关疫苗的数据也搁要比对，这嘛需要时间。要那这送来疫苗并不是根本。确实，我们是有这个从莫德纳他们总公司把他们这个检验的标准品整个都送过来了，用那东西来做出很多的一些标准的数值，然后让这个真正的货进来的时候，它可以快速的做比对，并不是说先把sample寄过来，那概念又不太一样。莫德纳疫苗敢会准时伫6月初送来台湾，但是中并无回应。不过，国产疫苗已经进入临床实验第2期收尾的阶段，政府已经确认采购1005万吨，按算伫7月底进前就会当开始做。指挥中心表示，要是爱摕到国内邮政机关核准的许可，才会正式予民众来做。记者综合报道。即摆来甲观众朋友插播一个上新的消息，有一位伫咧总统官舍协助照顾体育工作犬的志工，昨主动向总统府来通报讲，伊本人来确诊咯。总统的医疗团队随启动应变作业，替总统蔡英文等人来做检测，所有人检验结果拢是阴性的。总统府也强调讲，蔡总统的身体是真健康，且民众放心。该名志工是今天指挥中心下午公布的确诊案例。那经过我们查证，这位志工上次进入官邸范围的时间是
5月11号上午9点到傍晚5点40分，在这段期间，总统跟这位志工没有任何的互动，也没有任何的接触，那相关的动线也都没有任何的重叠。那在5月11号之后，这名志工也都没有再进入过官邸的范围之内哦，那也没进过这个总统起居的寓所。经过总统府初步调查，讲这名确诊的志工，伊本身住伫咧新北市的中和，最近也无去到台北市的艋舺行打。伊昨经过体检了后确诊，也随来通报到总统府。总统的医疗团队随启动应变措施，替总统以及到总统身躯边的维安人员进行体检，包含总统在内拢总体检45个人，这45个人全部拢是阴性的。讲到今仔日桃园增加17个本土病例，伫宜兰有8个人，家人也有5个人染病。桃园市长郑文灿也下令讲，民众伫咧外口无挂嘴安，就直接甲民众罚。宜兰的部分今仔日宣布讲，大天时啊所举办的东湾节，今年也要来暂停咯。另外，嘉南市长林右昌也讲，若准这个小食店偷偷营业，抓到一定是罚真重，也会加强稽查。国内本土疫情继续拖烧，宜兰20新增病例累计6到29例。宜兰县长林志苗宣布，因应疫情严重，今年停办2021宜兰国际东莞艺术节将1.3亿预算，专属刷做防疫买疫苗的救命钱。救命钱，并希望呢获得议会支持，将经费全数用来买疫情疫苗，恳请中央尽速购买这个疫苗。宜兰县政府表示，民众只要出门无挂喙罨，防查到就开罚。新规定上路无到1天，原来就有4人防开红单。另外，家人20新增5例确诊，经过疫调无情的确诊，多数拢甲艋舺军事有关系。家人市长林右昌表示非常遗憾，所以未来要求市警局强烈稽查家人所有的物件啊。特别是有附设卡拉 OK 的一个小吃店，如果有表面上拉下铁门，但是仍然继续营业的，一律重罚。嘉南成功市场因为有确诊患者，市府决定20中到12点开始到30，成功市场暂时休困，进行环境清洁消毒。桃园市20新增17个确诊，排全国第3，卡条包括桃园观光夜市、鼓山丰原市场、家乐福、桃园大兴店、全联杨梅梅西店等地。郑文灿表示，出国无挂嘴安一律开罚，无有看到期。只要是没戴口罩，就一律开罚，这是大原则。我们有32个民营市场，也请经发局去稽查。郑文灿也表示，桃园新增4个社区采检点，桃园中立龙潭杨梅将伫暗时就定位。另外，桃园经济停业部分涉及21行业类别，向经济停业者若讲恶性违规，一律断水断电，请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将严执行。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继续来关心中部疫情。讲到台中朝阳科大染病学生的接触者当中，也有2个人染病啊。台中市政府也去到学校成立指挥所设体检站。另外，伫彰化的部分，今仔日是增加6个病例，其中5个甲歌唱班有关系，也有1个10个月大的婴仔确诊，是目前国内上细汉的确诊个案。台中市环保局除了到朝阳科技大学消毒范围，也扩大到部分其他所在。因为19确诊的2514例19岁朝阳科大女学生，伊去的所在真济，目前斗阵庆馆另外2名女学生20也被公布确诊。那这2例呢，2710跟2816都是和之前2514朝阳大学第1位确诊的女同学一起之前去卡拉 OK 唱歌。2514例感染源依然无清楚接触者人数字，敢若是斗阵庆馆有20人。台中市府20下晡也成立朝阳前进指挥所，设校园快筛站。台中也传出1名永丰银行北台中分行员工确诊，分行伫大门打工具，不过当地里长也无接到市府通知。我们上报我们的区公所请区公所上报卫生局，赶快进行消毒，以及告知里面的里民尽量把口罩戴好，还有尽量少出门这样子。台中市卫生局证实有这案例，不过强调19半暝才接到中央通报，永丰银行的员工确诊，目前也无暗号。中法官20是有6人确诊，其中5例甲歌唱班有关系，另外1例是设置伫中华女子伫台北工作染疫，卡车依然伫疫调当中。那因为这个孙女很可爱，都会跟着阿公阿嬷到歌唱班去。
因为很可爱，所以就是所有各上班的那些阿姨啦、叔叔啊、伯伯啊都会抱他，所以在这样一个全剧的条件之下，他后来确诊了。中法官卫生局表示，新增加的歌唱班接触个案，其中3例是阿公阿嬷带10个月大的查某婴仔自费去喂着，这是国内上细的确诊个案。中法官统计为5月13到20月64个确诊案例，其中甲葡萄家族传染链有关系，包含歌唱班的54例，比率是84%。目前全县案例当中，依然有1名确诊者感染源无清楚，会继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中部看线，咱来看到高雄去。高雄今仔日是增加2个本土病例，目前这个病例也发现讲有3个病例，拢甲某一间海产餐厅有牵连。有的是坐共底桌食饭，有的是无共包厢煞来确诊。市政府也怀疑讲可能是变数的胃病，才会造成群聚感染。清洁人员到串门子海鲜餐厅消毒，即间伫个做营餐厅到20为止出现3例本土病例，其中1例就是20上新公布的，27因5例无旅游史，16个已经确诊的23、36例共度食饭，体检确诊，共餐厅迄时阵也有25、27例，也就是已经公布的女保险员，只是保险员食饭的地点伫餐厅2楼包厢1，甲另外2名确诊者隔2个包厢，煞是也去喂着，互市府怀疑可能是密闭空间内底有共用便所，才群聚感染。2楼它只有一间厕所，是男女共用的厕所，也就里面只有一个马桶。那频繁的使用，可能在这个人在一些残留的一些沾染物上面呢，造成了污染，而导致了这样的群聚感染。餐厅已经自主停业，市府针对餐厅扣列151人，其中19名餐厅员工甲119位消费者，目前至少3位快筛阳性反应。在电子足迹配合科技防疫的这个部分，能够提供给地方政府，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譬如说2336知道他确诊，那他的电子足迹我们就马上知道说他有来过高雄。20公布另外1名确诊者2714例，因为先生检疫了后被扣列确诊，比认定是家庭群聚，去过卖场早餐店拢已经消毒，也扣列24人追踪。屏东虽然无确诊个案，不过有2例确诊者卡车，其中1例坐客运专火车，各转坐家庭车，官府全面消毒，要防堵疫情扩开。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伫10月出现头1个本土病例，20搁再增加1个，是云林拿来人。平常时伊伫台北放假食头路，5月初到坐火车登到拿来，却因为身体无爽快，有去到拿来诊所看医生看3届，一直到19才伫咧卫生所检出确诊。云林县伫10月出现头1个本土确诊病例了后，20搁新增加1个确诊的个案，暗号2713，是一个住伫咧云林拿来65岁的男性，平常时伫咧台北放假做工课，伫咧5月初到坐火车倒去拿来。这个期间因为身体无爽快，捌3届去拿来诊所互医生看，一直到19的时阵，因兜的人陪去互医生看，才发现确诊。这个2713个案确诊那我们匡列了9名的居家隔离，那这当中有2名采阴性，那其余呢还在检验当中，那还有32名自我健康监测。张丽仙表示，这个男性初9倒去云林拿来了后，12至17个期间，有3届去拿来某一间诊所互医生看，16有去便利商店买物件。目前已经针对伊有行搭过的所在做消毒。另外，云林县确诊的头1个暗号2149，因为去互因阿姊暗号1977会着，18到19这2天疫调的形状有真大的争差，嘛提出说明。新北市的个案我们云林县没有权限去调阅它的足迹。那我们也了解到说，乡亲非常的关心这个个案的足迹所以我们透过警政系统还有我们的卫政系统向上反映。云林阁新增加科列居家隔离2个人，自主健康管理16个人。中央嘛当伫咧研究，若是确诊的个案有伫咧无共县市行大的行踪，爱安怎快速摕到资讯、确认而且公布。指挥中心嘛呼吁民众唔通惊行，个案有行大过的行踪，拢已经有做严格的消毒。记者综合报道。喙暗就爱挂，唔通艰苦坐挂。
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全国是3级警戒，高雄市警察局也出动上百名员警，要来抓无挂喙暗的民众。另外，环保局也派人对着粪扫车稽查，若准民众来倒粪扫无挂喙暗，若粪扫未甲收，也甲民众罚。到20中昼为止，全高雄无挂喙暗的已经有604件，这寡人拢去罚款3000块。你怎么没戴口罩？为什么要戴口罩？拢3级警戒啊，也是有真侪民众出外无挂喙暗，警察甲伊问，也是无要无紧的态度，互人看了甜海头。高雄市警局19下昼开始大执法，出动898人次警力稽查防疫状况。短短一天，干那民众无挂喙暗，就激发几啊百件。也许在巡逻当中呢，沿路都有发现，甚至在一些商圈或者说运动场所，一些比较有一些聚集的场所呢，我们都有发现有一些人没有戴口罩的。除了路上、公园、商圈、甲市场等所在发现无挂喙暗民众，有一寡民众倒粪扫的时阵，因为倒伫厝的附近无挂喙暗，即马拢总爱罚。高雄市环保局20早起就派人随粪扫车稽查，随查到2件。外出倒垃圾，那唯一指挥中心的规定佩戴口罩。那环保局这边除了拒收垃圾以外，后续也会依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跟第70条的规定，裁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卫生局表示，到20中昼为止，全高雄市无挂喙暗违规件数有604件，无看到期直接开罚3000。那情节重大也会加重处罚。另外有直播主19暗也违规群聚食饭、防检举，依法会当处6万以上30万以下罚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印度疫情是继续伫咧增加，10月一天就超过4500人染病。不过，所有印度的官员跳出来讲，新加坡出现新的变种病毒，已经为讲爱禁止对新加坡入来航班。这款的发言却也引起争议。克里瓦尔伫社群网站铺文进前，新加坡政府16提醒民众，都要设置为印度来新型变种病毒，因认为这种病毒对囡仔人是特别危险。克里瓦尔的铺文指出，这种新型的变种病毒已经入侵新加坡，伊主张为新加坡来航班应该禁止入境印度。不过，这句话一个讲出来，新加坡政府是心公火道。外交部长委员批评克里瓦尔的发言是无科学的证据，强调新加坡无出现新的变种病毒。也那印度政府嘛批评克里瓦尔，也有伊所属的庶民党。即卖印度的疫情是真邪力，印度政府是头壳摸咧烧，10月新增加死亡的人数超过4500个人。10月虽然有降到3880个人，不过10月4500多人已经创下美国伫咧1月12 4475个人的纪录。也那印度北边的尼泊尔，过一天新增加的病例，也有死亡人数嘛是直头增加。负责治疗患者的病院，因为欠上数。国务里长都要甲登山用品公司调用库存来应用。Our government and city and our public, they have a lot of coronavirus sickness, so they have a problem for oxygen or heart that. We have around 7 summit tracks have around 1,000 bottles. So we can when the empty cylinder is come here, we can provide this cylinder to our government, and government will be make a refill for medical oxygen. 除了上述，疫苗的问题嘛真大。印度政府考虑到疫情真严重，决定重新开放疫苗出口的期限，延后到10月份以后。地区伫咧附近疫情嘛真紧张，而且着急要爱疫苗的尼泊尔甲孟加拉，是只好另外找外交管道来掌握疫苗的来源。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欧盟伫昨宣布讲要放零旅游限制，若阵已经注2档疫苗，而且是对低风险国家内品种，就会当入境欧盟国家。目前有7个国家列伫安全名单内。另外，法国经过半年的封锁，昨开始讲对这个电影院、博物馆、咖啡厅等场所又再重新开放啊。19透早，巴黎在地人甲游客伫都浦江外口排列，9点钟一开门就要入场，看起来真短暂的等待，不过其实经过6个月。Je suis venue à 9h justement d'abord parce que je pensais qu'il y aurait peu de monde, mais en fait il y en a quand même un petit peu. It means a lot. That means the COVID-19 it start to finish. When it's opening all the museums and all the public areas. 巴黎人为即天开始重新享受热爱的咖啡座、甲博物馆、戏院、电影院、甲店家，拢有限度重新开放。总统马克宏甲总理卡斯特克斯即一天就伫巴黎斗阵饮咖啡。放年的同时，依然有真侪限制，比如博物馆就要确保每一位入场的人的空间，
爱有8名防工手段，小金1元得利。暗过为暗时7点延后到9点，在大规模注疫苗加防疫限制之下，欧洲疫情缓和。奥地利29也放定防疫限制，餐厅、戏院、电影院加运动设施重新开放。不过，爱提出所谓或者是纸本证明家己健康，业者爱确保每一位访客有人应手相当1.8公尺的社交距离。刷来旅游大国对慢慢为疫情当中恢复的欧洲国家来讲有新的机会。欧盟17个会员国19同意对驻原2剂疫苗，或者是感染率较低国家旅客开放入境。目前伫安全名单内底有澳洲、以色列、纽西兰、罗安达、新加坡、南韩甲中国。22也佫会更新，有个标准会放零。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讲到最近国内疫情，当日均价要替观众朋友整理各县市病例人数。今仔日新增加295个病例，本土病例当中就286个人去染到武汉肺炎，其中台北市有87例，新北市有157例，彰化县有6例，桃园有17例，高雄有2例，台中也有2例，基隆市有5例，宜兰县有8例，新竹市和云林县今仔日拢增加1例。目前咱台湾计共有2825个人染病，本土病例当中已经有1669个人，也增加1个死亡病例。讲到咱台湾全国目前是第3级警戒，民众对大众交通工具拢爱实名制登记。行政院也推出简讯实名制，目前台铁、高铁每一个站也拢已经准备好势啊。桃园机场早起也开始执行，若做入到机场内面，就要进行简讯实名制登记。不过，煞一寡时大人认为讲，用者是伤过复杂，也嫌麻烦。然后上面会出现那个解释，然后等下就直接按发送就可以了。爱乘客上车进前，先扫 QR code 留个资，代替台北站进站进前，至少安排2个工作人员。除了查核实名制，也协助年岁较大人操作手机啊，因为高铁实名制，干能用手机啊扫 QR code。我觉得大家就是要很配合，有些人可能会说，哎，就随便留一个名字就好了。代替实名制用手写资料或者是扫描 QR code 方式，不过依然有年岁较大的人讲受过麻烦，确实无人协助，都要用真长时间，惊去坐车时间超过。不懂怎么去操作，QR code很麻烦。像昨天我也去用过，卡住了，要卡了多久？卡了半个小时。为解决简讯实名制操作问题，相提拢安排1到3天。代替表示，实名制无法度强制要求，今年呼吁民众配合。无人站的部分，我们有，现在目前因为防疫期间，我们也有聘雇这个防疫天使之类的，或有派站员。另外，各道客运、集运、公车简讯实名制按算伫23进前建立好，计程车部分上紧2日完成。另外，桃园机场1日开始，管制区内外食饭的所在加点头拢减少，所有入口管制减少做22个所在。乘客进入航厦也拢需要简讯实名制登记。民众及工作人员在进入航厦之前，都必须要完成 QR code 的扫描以及登录。20下晡，指挥中心指出，台北载运公司有内部员工确诊，不过强调伊工作未接触一般的乘客。有关捷运的部分哦，目前知道是有3位确诊哦，那他们是属于内勤的行政幕僚的人员哦，那并没有说在外面会接触民众。北捷表示，最近运用只剩疫情爆发进前1/3，不过目前无减班的规划。相提强调，伫无影响平常时通勤原则之下，为自1到6月初8，平常时各级列车25列次停驶，假日停驶40列次，观光列车全部停驶到6月初8。高铁为21开始到6月初10，每礼拜减班171班次，维持8成运营。桃园机场集运实施离峰时间直达车无必驶的登记措施。记者综合报道。除了店家有实名制以外，菜市仔也要开始推行实名制。高雄也辅导菜市仔店家执行实名制，目前已经完成27个市场，大部分的头家拢真愿意配合。不过，煞是有一寡民众不爱配合，就对别位偷偷选入去菜市仔，有影是讲袂听。
人员只是要进入市场的民众扫 QR code 也是写资料，笔记写完也赶紧消毒。因应疫情，高雄市经发局辅导各市场执行实联制，以防止人流较歹控制。武庙市场15就开始执行，多数摊商甲民众拢愿意配合，但不过有少数民众贪方便，为唔是入口所在弄入。从旁边跑进来的，那个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挡他嘛。摩托车进来以后，还要再停一下，然后写完再出去，比较不方便。所以多多少少呢，会有1、2位在那边complain啦。高雄市经发局表示，部分出入口较侪的市场也是摊集场，确实伫执行时联制较无简单，已经请市场管委会伫各主要出入口拢设置相关指示牌甲 QR code。另外，也加紧脚步，希望量早完成各市场的实联制建立。我们的市场跟摊市场总共已经既有27场已经建立完成，那我们也会要求我们的同仁以及我们的各个市场管委会尽快的来做落实。除了实联制，经发局卫生局等单位也加强稽查，拖换甲消费者挂喙暗的状况，保证拢总计划出境。另外，包括凯旋青年假期在内，主动提报暂停营业，知名随访假期也减少营业的日数，希望借此降低群聚感染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北疫情是真热，台北市长郭文哲昨呼吁已经退休的医护人员，希望因会当出来斗3工。目前已经有9000个退休医护人员愿意来到前线防疫。高雄医事行动联盟也出面调集后备医护人员，希望大家做伙来甲疫情压落来。全台本土疫情进入第3境界，尤其是双北、含地重灾区，面对增加的确诊病例，医疗量能吃力。台北市长郭文哲向退休甲离职医护人员发挥国家需要你，不少退休医护人员看到信息了后，决定要贡献家己的力量。昨天看到这个讯息后，觉得他是蛮实际的一个作为，会先做一些实习教学，因为要做感染、隔离、管控，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我们虽然在医院工作了30几年，可是毕竟接触的是不同层面啦。因为我之前是做麻醉，就算是我真的投入去做的话，其实心里还是会有压力啦。就算已经退休3年，也毋过陈小姐有缘伫病院兼职，中回医疗场所对伊来讲无身份，感染控制专业训练袂当少，也毋过心理压力却是一项考验。北市征调令一出，9月20日下昼为止，已经有7121人报名，将联系了后受训1礼拜，到立加强办检疫所的战场。新北市也有动员经过搬证，目前至少有147位医师，超过100位护理师响应。高雄医师行动联盟也出面征集后备医护人员，发出共斗一名共声共声。我们是希望可以找到有医师、护理师，或者是其他的譬如说公卫啊，然后公卫护理师，然后甚至是其他医师人员，我们都很欢迎。目前为止有36位，然后以护理人员为大宗，主要因为是针对一些离职的医护人员啊。征求对象包括医护人力、疫调公卫师、公卫护理师等专业医护人员。调集人杨培华表示，主要针对离职医护人员，希望先做好准备，缩短到底抗疫战线时间。一旦启动后备护理认定的资源，将由高雄市政府第1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统一调配。记者综合报道。高中的教育会考伫这个月15、16结束了。今年因为居家隔离、居家检疫或者是体检结果还未出来的学生，需要参加补考的有182个人。本地是规划5月2到30要来补考。教育部下晡宣布讲，要让大部分的考生会当考试到，目前是甲时间延后到6月初5、初6。为了要维护这几位孩子的升学的权益，会由这些学生有关的就学区的招生各管道的相关委员会来召开会议，来协助跟辅导这些学生的以外加名额的方式录取到适切的校或科。教育部表示，补考可能会用到80间到100间的市场，大部分拢伫咧新北市。另外，还有4位考生无法度参加补考，会用专案的方式来协助因。所有考生因的成绩单统一伫6月11会寄出去。根据着教育部校安中心的统计，目前全台湾学生有46个人染病。目前现阶段是停课阶段，线顶教学也正考验老师操作视讯会议的材料，也需要学生来配合。不过有老师认为讲，线顶学习的效果有关会受到影响。
打开你的课本，第一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它在描写的是什么啊？学生拍字回答老师的问题。今仔日要读的是苏东坡的诗。老师哪款进步，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也哪分享画面，甲上课的重点，甲团功课的所在交代落去。进到线上学习教室，知道了回答1，谢谢。全国听课无停学第2天，老师正做直播主持人，毋但教材爱电子化，也爱克服网络贫困等等的问题。毋过，老师认为，远距离教学的学习成果，有时加减会拍折。教育部有讲，这段时间要选学生的出缺勤啦，我们就毋知影讲，哇，即摆我若是找无人，我是要安怎甲伊叫伊来上课？厝诶有2、3个兄弟姊妹，当时要上即个视讯教学设备绝对是无够。尤其是伫阮即个较远诶所在、较偏乡诶所在，厝诶若有一只电脑，还是讲有一个平板，就已经足无简单诶啊。对老师念，路口哪好喙。为着解决厝内上课资源有限，有老师先把教材提早录好势，让学生经家己利便的时间来看。教育部表示，到目前为止，各县市平均资源超过17万台的行动装置，也有募集3万张免费的网络卡，希望保障各地方经济弱势学生的受教权。记者阿敏真林学凯台北报道。咱国内疫情当日严重，总统蔡英文特别警惕执政满5年的5月20日，去到国防部视察，要来了解各军各单位各营区的防疫整备状况。蔡总统也讲，已经有指示国防部，就要赶紧规划各军主疫苗计划。详细听干部做笔记，总统蔡英文甲3军总病院、上山分院等等的病院做视讯。5月20日，蔡总统伫执政满5周年，甲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国防部长邱国正做伙去国防部视察，掌握各军各单位甲营区防疫整备的状况。蔡总统强调讲，营区防疫是第一要紧，袂当有任何的失觉察，爱互国军赶紧注疫苗。现在疫苗也都陆续到位，我要请我们的部长、还有国防部、民经局。尽速规划，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依序施打。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打赢这一仗。有网络咧风声讲化学兵的消毒药剂是真毒，蔡总统驳回讲这是假消息。全国防疫提升到第3级的境界。蔡总统讲，3总上山分院已经要转型做中央防疫的专职病院，甲各军总病院资源集中检疫所。面对中国军机甲军舰真接扰乱台湾，蔡总统特别提醒，伫防疫期间，更较爱提高警觉，保卫国家。用防疫就像作战的精神，陆军366化学兵持续伫各地协助消毒，阻挡疫情扩开。即马天气长热，官兵伫34度的高温，爱去疫区做消毒。未来还阁有长时间挂嘴暗的混热，这化学兵是真糜烂，要拼伫3天内完成台北市76个捷运站，还阁有代替高铁消毒的任务。在营区的时候有做耐热训练，这耐热训练本来就是我们化学兵的训练的一环。到集结地区的时候，除污完之后脱卸手部、跟脚、衣服全都是湿的。疫情当严重，国军也是依次演训的任务。陆军澎湖甲马祖防卫指挥部19东部做实弹射击的演训，澎湖防卫指挥部出动战车，甲各种的火炮来做实弹射击。另南马祖防卫指挥部是演练着军对海沙堡定力的作战，运用舰地武器对海域、空域做实弹射击的反制。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总统蔡英文就任满5年的日子。伫伊任内头一届同意特赦的对象，就是本土的族人王光禄。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强调，王光禄是纳户，毋是罪人。这项的决定是对政府推动关注民族历史甲转型正义有代表性的意涵。王光禄也对特赦表示感谢。真的哦？哎呦，感谢主呢。接到记者的电话，布农族的原住民王光禄知影家己已经获总统特赦，是真欢喜。伊伫102年使用家己做的鸟仔枪、拍球啊等等的保育类动物，互判刑3年6个月定刑。经过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最高法院审理时阵认为有违宪的义律，申请释宪。台法官5月初作出解说，相关法令大多数符合宪法。王光禄牵涉到违法的部分，会继续执行。
这摆总统特赦，伊会当免除伊的刑责。非常高兴啊！真的，我已经等很久了有亲戚上当然是不一样。好，感谢。总统蔡英文伫5月20特赦王公路。总统府发言人郭达斯指出，宪法肯定多元的文化价值，保障原住民帕拉活动的文化权利，中央政府尊重原住民族的生活文化。王光禄他是猎人，他不是罪人。今天的特赦案呢，其实就是政府不断推动原住民族历史正义跟转型正义的里程碑。尤其在蔡总统就职周年宣布他5年任内的第1起特赦案，在今天特别具有意义。司法院回应讲，大法官释字第803号已经明确承认宪法保障原住民帕拉活动的文化权利，嘛甲野生动物的保育之间，总统行使特赦权，司法院表示尊重。记者综合报道。这阵啊，毋但疫情严重，全台湾的水情同款正热。可华中灾害应变中心19宣布讲，新竹地区若准是月底进前水库集水区平均降雨量无到100毫米，自6月开始就要实行用水用5天、停2天的限水措施，会影响超过33万户。而且新竹科学园区的省水率也会对15%调升到17%。民众听到有可能后个月新竹地区要开始限水，赶紧来买水桶，准备回去欠水。卖场这2天水桶卖了不止也好，水情食烂，民众烦恼，恐惊真侪行业拢会受到影响。会影响到很多方面，像农作啊、洗澡啊，其实会影响到很多民生需求部分，就会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应该是很多行业都会受影响。自来水公司19月统计资料，新竹宝山甲保利水库水量剩163万吨，若是阁无落雨，新竹县市会开始分做2区开始限水。县市政府把已经做好准备。新竹市会有135处的供水站，那现在已经都陆续在施工当中哦。这2周内哦，全部把这个135处供水站完成。公务处这边也都做好了这准备。也就是分区这个限水，以及我们怎么样供应给他们来提这个水的部分的地点，这些我们都做好准备。来到新竹科学园区，虽然讲有专管使用的园区白停水，不过欠水率需要对15%提升到17%，虽然会比之前减5000吨的水，不过厂商表示会使用水车载水，产量白去受到影响。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国内疫情当日严重，有不少公家机关和社福单位拢暂停开放，但是也有侪民间团体继续伫咧做爱心，因是希望讲伫咧疫情期间会当继续维持弱势团体的生活。大家无用整理物资，除了米、罐头等等的食食、药、翠暗加酒精。台湾新冠肺炎的本土疫情紧张，为着控制病毒扩散，真侪营业场所、公家机关甚至是社福机构拢先暂停开放。但有不少民间的团体伫疫情之下，也继续进行物资的分送，互本地就需要救助的弱势家庭免烦恼生活问题。因为是无银行长期以来上主要服务就是一寡弱势家庭。啊，这波其实可能有一寡。流失天薪啊，一寡临时无头路啊，会来这边啊要求互因一寡物资。台湾是这段时间建立的一寡物资物资啦啊救援的能量其实是足好的啊，家这呼吁民众有需要无要紧来找阮啊，我一定帮助到到。世无银行联合会伫疫情期间提供物资协助，互弱势族群安心配合防疫措施。另外，长期关心街头散车问题的团体，参官方单位合作，针对伫街头无厝通等的民众，提供防疫物资，守护街友的安全健康。嘉诚没有管道取得防疫资源，所以由我们这边来做，就由我们这边配合市府单位来做固定的配送，也能够确保街上的人其实手边是有足够的防疫资源，那也就比较不容易形成大家所谓的防疫破口。这样，假设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去。比如说驱散，变成是可能会也许流窜到北市的各个地方，那其实我们更不容易掌握它的行踪。
刘静茹嘛讲到，因为防疫，即阵各场所的天地机啊拢先暂停，需要大众关水和家友有水通啉。同时希望伫疫情期间，更加莫对街头者有歧视，理性思考，才会当做伙行过这边的疫情危机。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讲到即马有超过70万个外籍移工伫台湾生活，但是面对疫情，因无法度亲像台湾人共款，随收到上届新的疫情消息，就一个非营利组织号做 140， 特别做一个开讲机器人。这个机器人会晓用移工的母语，逐工传送疫情消息，希望防疫是无分内外，大家做伙来固守疫情。点开买将也大门内底的连接，就会使启用 140K 的服务。140是一个长期关心东南亚移工教育的非营利组织。因伫10月推出 140K 的服务，提供4种语言的疫情消息，互踮伫台湾的东南亚移工嘛会使得到上新的疫情资讯。然后每天的中午跟晚上，我们共有2次的推播。那所有的资讯其实也都是我们从网络上透过，比如说机关署、透过劳动部，其实他们也都有翻译一些东南亚的疫情资讯。那我们再由我们团队去补足一些我们觉得重要但还没有翻译过的资讯。长期提供外籍移工甲外籍配偶帮助的黄文雄新妇讲，虽望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拢有开记者会，但是外籍移工要公布得到疫情资讯是有困难的。语言吧，因为大部分的在台湾的新闻，都是用国语。比如说今天大概2、3点就开那个记者会，那当台湾在开记者会的时候，他们在工作，所以呢，他也听不懂我们讲什么。陈凯翔讲，到今嘛已经有超过1万人来使用 140K 的服务，因可有透过东南亚社群内底的出名人来呼吁大家装台湾社交距离 App， 希望透过这款方式加强咱的防疫力头。记者郭碧君、郑佩文台北桃园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6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0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